大家好，今日嚟同大家講下法德呢兩個死對頭過去70年點樣由世仇變成歐洲死黨嘅。先講二戰嗰陣，法德敵對到極點，法國同盟軍一隊，德國就加入軸心國。1940年6月，法國喺德軍閃電戰中迅速潰敗，第三共和政府被迫投降。之後成立嘅維奇政權唔單止同納粹德國合作，仲主動做埋幫兇，參與迫害猶太人嘅暴行。就喺法國最黑暗嘅時刻，戴高樂將軍拒絕投降，佢果斷逃往倫敦流亡。1940年6月18日，佢喺 BBC 廣播發表咗嗰篇著名嘅6月18日呼籲。佢承認德軍嘅坦克、飛機同戰術完全壓倒法軍，但死都唔接受戰敗。並重點講，無論發生咩事，法國抵抗嘅火焰都唔可以，也都絕對不會熄滅。呢段演說成為咗抵抗運動嘅靈魂，亦充分反映咗當時法德勢不兩立。可是而家法德已經係歐盟嘅雙引擎，關係好得像必要結婚嘅夫妻一樣。2021年11月，馬克宏特登選喺勃艮第，為即將卸任嘅梅克爾搞咗一場好溫馨嘅送別會。佢親自將法國最高榮譽軍團大十字勳章頒俾佢，仲喺致辭入面講：自從你當總理以來，法國已經學識認識你、愛你。你讓歐洲喺危機中保持團結，亦教識我好多嘢。當晚佢更加喺推特用德文寫道：親愛嘅安格拉，歡迎嚟到博納，法國愛你。曾經打咗4場大戰，死咗幾百萬人嘅兩個國家，而家竟然可以咁親密。呢個轉變背後到底係乜嘢神奇力量促成嘅呢？法德兩國嘅仇恨可以追溯到200幾十年前，拿破崙戰爭就係法國對德意志地區霸權嘅近代高峰。當時法蘭西帝國征服咗一大堆德意志小邦，強迫佢哋成立萊茵邦聯做傀儡，徹底激發咗普魯士領導嘅反法民族主義。1813年喺萊比錫打咗一場民族會戰，大敗拿破崙。德意志人將呢場勝仗視為民族復興嘅起點。呢啲積怨喺1870至1871年嘅普法戰爭全面爆發。俾斯麥用埃姆斯電報事件做藉口策動戰爭，喺適當一役殲滅法軍，之後更喺凡爾賽宮嘅鏡廳宣告德意志帝國成立，仲強迫法國割讓阿爾薩斯、洛林，為之後嘅一戰埋下咗復仇嘅火種。一戰喺1914年爆發，法國滿腦子都係復仇，德軍就入侵比利時，想直取巴黎，結果雙方喺西線陷入漫長嘅壕溝戰，造成巨大傷亡，其中法軍傷亡高達400萬人。戰後凡爾賽條約，法國狠狠報仇，逼德國賠款、限軍、割地，但係就種下咗納粹復仇嘅種子。二戰就喺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而爆發。1940年，德軍用閃電戰，只係6個星期就完全佔領法國。維奇政權選擇投降合作，巴黎淪陷咗4年。戴高樂喺倫敦發起抵抗運動，最終喺1944年成功解放巴黎，亦加速咗德國嘅戰敗。1945年戰勝國佔領德國之後，法國一開始仍然覺得德國係個大威脅，態度非常強硬。佢哋想拆除魯爾工業區，把薩爾煤礦交俾國際託管，又嚴格限制德國軍事復興，目的就係要永遠唔俾德國再變成軍事強國。戴高樂更加主張直接肢解德國，讓萊茵河左岸獨立或者國際化，確保法國以後永遠安全。但先過咗3年，冷戰嘅陰霾籠罩歐洲，蘇聯佔領咗東歐，美國推出馬歇爾計劃救西歐，
而德國作為歐洲經濟引擎，必然會快速復活。呢個現實迫使法國要改變思路。如果繼續死死壓住德國，法國自己都會被邊緣化，冇乜好處。但係如果完全放任德國復興，又怕佢重燃舊仇，法國就卡喺中間，怕德國報復，又需要佢嘅經濟力量，超級兩難。就喺呢個關鍵時刻，1950年5月9日，法國外長舒曼發表咗一個超重要嘅宣言，提出要把法德兩國嘅煤鋼生產放進一個共同嘅高級機構，由超國家機構管理。呢個唔係浪漫嘅和解，而係一個非常務實嘅策略。因為煤同鋼係現代戰爭嘅核心原料，一旦共同控制，任何一方都冇辦法單獨重啟軍備。最關鍵嘅係呢個做法會令法德之間嘅戰爭唔單止係想像唔到，而且喺實際上根本冇可能發生。宣言開頭就講，歐洲想團結，首先就必須消除法德之間延續咗幾個世紀嘅對立。呢個舒曼宣言直接催生咗1951年嘅歐洲煤鋼共同體，成員包括法國、西德、意大利、荷蘭、比利時同盧森堡，成為歐洲一體化嘅第一塊基石。佢象徵法國由壓制德國轉向綁定德國，用經濟上嘅互相依賴取代過去嘅軍事對抗，讓仇恨慢慢喺制度入面消失。煤鋼共同體嘅成功，證明法德合作唔單止行得通，而且真係可以帶來實實在在嘅好處。將煤炭同鋼鐵交俾同一個機構管理，雙方經濟迅速復甦，原本用嚟打仗嘅原料變成咗和平發展嘅工具。呢個經驗鼓勵六國想再進一步。1957年，佢哋喺羅馬簽署《羅馬條約》，正式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，即係歐盟前身。目標係建立共同市場、取消關稅同協調經濟政策。法德喺入面擔當核心角色，法國提供外交願景同制度創新，德國就貢獻強大嘅經濟實力同財政紀律。呢個條約唔單止推動貿易自由化，更加讓法德變成歐洲嘅雙引擎。任何重大決定，兩國都必須一齊商量先得。呢一步將和解由經濟融合升級到歐洲建設嘅制度基礎。不過，光靠經濟合作仲唔夠，仲需要政治同文化層面嘅深入合作，先可以避免舊日猜忌、死灰復燃。1963年1月22日，法國總統戴高樂同西德總理阿登納喺愛麗舍宮簽署咗愛麗舍條約，又叫法德友好合作條約。呢個先係和解嘅真正高潮。兩個老人，一個曾經領導抵抗納粹，一個領導戰後德國重建，親手簽咗呢份條約，宣告結束咗超過一個半世紀嘅敵對同戰爭。條約內容好豐富，包括每半年一次總理或總統高峰會，外交、國防、教育同青年事務都要密切協調，仲創立法德青年辦公室，推動幾十萬年輕人交換計劃。簽完條約之後，佢哋仲一齊去蘭斯大教堂參加彌撒，兩人並肩祈禱嘅畫面成為咗永遠嘅象徵。呢個條約唔單止將法德關係制度化，更讓和解真正深入到人民之間，由唔可能打仗變成永遠拆唔散嘅友情。從舒曼宣言嘅務實小步開始，到羅馬條約建立經濟共同體，再到愛麗舍條約嘅政治聯姻，法德短短13年就由死對頭變成歐洲婚姻夫妻。呢段過程證明，和解唔係天真嘅原諒，而係靠制度、利益同互信，一步一步療癒世紀傷痕。兩德統一之後，呢種持久性更加明顯。
1990年，德國重新統一，法國一度好擔心歐洲平衡會被打破，但係兩國選擇繼續喺歐盟框架內深化合作，避免重蹈歷史覆轍。進入21世紀，梅克爾同薩科齊喺歐債危機入面嘅 Merkozy 組合，簡直係經典搭檔。雖然兩人個性完全唔同，一個穩重務實，一個充滿衝勁，卻互補得完美。多次聯手主導歐盟峰會，成功保住歐元唔崩盤，穩穩坐實咗法德作為歐洲引擎嘅地位。時至今日，法德合作嘅傳統依然延續緊。喺馬克宏同默茨時代，雖然兩人喺部分議題上有分歧，但喺歐盟框架之下，面對共同嘅安全同地緣挑戰時，佢哋仍然可以齊心合力推動歐洲防務合作，再次體現咗危機中結盟嘅法德傳統。展望未來，法德雖然偶爾會有分歧，例如歐洲戰略自主嘅問題，但係正如梅克爾喺愛麗舍條約50週年時所講，法德關係深刻地彰顯咗歐洲嘅團結。靠住愛麗舍條約嘅框架同幾十年累積落嚟嘅互信，佢哋總能喺關鍵時刻找到妥協。從戴高樂同阿登納當年並肩祈禱，到馬克宏同梅克爾嗰句溫馨嘅法國愛你，呢段婚姻已經證明歷史仇恨真係可以轉化為持久嘅夥伴關係，為整個歐洲帶來穩定同繁榮。